視帝視后合體，除咗所向無敵之外，所到之處都必定會係萬人空巷，所以廣告客戶識得揾佢哋一齊出席活動，都算係聰明兼醒目。呢日黎耀祥、鄧萃雯就為咗一個珠寶品牌喺澳門合體出席活動。不過要佢哋合體，除咗要夠醒目之外，都要有運氣同埋有 budget 㗎。因為視帝視後呢排唔單止忙咗，連身價都高咗啊！今日啦就遠道嚟到澳門做呢個 job 啦，係咪自從攞咗獎之後咧，啲 job 真係陸續咁樣嚟啊？冇停過手啊？都係㗎，其實。你又好啦，我停咗一陣。係啊！我拍劇拍不打自己人啊嘛，我要係啊。唔似啊，師奶奶冇停過。多謝你拍劇讓埋俾我嚇。師奶奶自從攞獎之後，有冇價錢都調整下咁樣？其實我就冇主動調整嘅，不過我諗係好多。客佢哋就好好咯，佢哋通常都會自己調整咯，係咁我當然歡迎啦，係咪？其實文女都有過啲 tips 俾啲客戶㗎，因為佢話如果係同祥仔一齊出席活動就會容易啲接洽。不過呢排經已頻頻一齊出席活動嘅佢哋，緋聞報道亦都係繼續出現，仲開始牽涉埋祥仔嘅太太 Julia。有指 Julia 嘅心情都受到影響。雖然祥仔經已為太太作出否認，但係報道確實係一浪接一浪。最近又有新聞啦，甚至都話太太啦就有買名錶啊，或者自製一啲相簿嚟箍住祥仔。其實嗰啲只不過係嗰啲嘢，即係大家有個插圖就自己寫啲嘢落去嘅啫，即係大家都明㗎啦，冇乜所謂嘅。即係我真係好覺得娛樂圈其實我係一個真係好即係睇得幾開嘅人嚟嘅。作為男士，祥仔就話唔介意成為封面人物，因為佢話特首當選嗰陣都冇咁多封面做。不過作為女士兼且係教徒嘅文女，當然要正視呢啲報道啦。其實我自己就唔好話好唔開心，不過我係唔想，即係我係覺得好奇怪咯，即係兩個啱啱出爐，又係觀眾喜愛，但係點解兩個咁喜愛嘅人會要寫到咁乞人憎，或者寫到咁差？以後大家傳媒，我呼籲大家唔好搞阿文女，搞我。譬如話講完我同阿文女，講我同阿心姐啊，我同阿心姐幾襯嘅其實。大家可以發展一段忘年戀㗎，或者定欣都唔錯。嗱，但係如果定欣咧唔夠啊，定欣要加埋阿嘉烈嚇，咁兩個男爭一個女咧，個故事性咧又好睇啲。同心姐傳又好，同定欣傳都好啦。祥仔最愛嘅始終都係佢位長嫂啊！當年祥仔仲喺南非買咗隻鑽戒俾佢添。不過長嫂 Julia 竟然唔小心將戒指留咗喺洗手間。不約而同，文女都有相同嘅經驗。究竟係呢對視帝視後真係咁有緣啊？定抑或全香港其實好多女士都試過喺洗手間度唔見鑽戒呢？第一隻戒指男朋友送俾我嘅鑽石戒指，咁啊送咗俾我成年，我都唔想戴，因為我驚唔見。咁佢有一次食飯就話唔好啦，你戴一戴啦，我咁即係你咁中意，即係你要表示你中意噶嘛。咁我就同佢食飯戴咗一戴，跟住咧去洗手咧就除低咗，跟住就唔記得戴翻。我唔開心，唔係唔開心唔記得戒指，我係唔開心，都話咗唔戴㗎啦。而家搞到唔見咗啦，不如男朋友都唔見埋。咁啊，祥仔個經驗係都一樣啦，我太太都係啦，即係我諗每個女人都曾經唔見過一隻鑽石戒指，我相信。咁有冇要你再送過啊？唔會，即係有啲你唔會送定冇叫你啊？唔係，佢係睇通咗啦，即係當你唔見咗之後，佢就知道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要跌時就一定跌嘅，係啦。